这警政署长的面册是用全黑的相片来悼念两位殉职的员警，嘛，互人想起到17年前发生伫10指的台警案。 有一对姓王的兄弟失业，想要来抢银行，但是只有一支枪甲2粒枪支，认为火力无够强，怎举刀来攻击当咧签顺路上岸的员警来抢枪。当年造成2个警员，一个死，一个重伤。其中殉职的警员翁仲南，当年才30岁。17年过去了，伊的爸母受到后生也是痛心目屎流。 这个老母亲讲，这歹人想要开枪就开，但是警察想要开枪，就要搁考虑后壁一大堆，只要小可丢毒就无命。啊，这个老爸爸讲，即摆只要看到有警察死去就会哭，讲这个死刑哦，拢是用嘴讲的，拢无执行，根本就无效。讲即摆对政府无信心咯。每一个警察若死去吼，我拢会哭。 伊是2005年4月7日，10指分局刑科派出所员警翁中南的老爸。当年翁中南甲张大豪骑2台警用奥多麦伫巡逻，翁中南将车停好了后，要去巡逻箱签名，向和后壁对来这个王必忠甲王必英兄弟举刀甲攻击，翁中南被俘反抗，被杀15刀无命。另外一个员警张大豪嘛身受重伤，今仔前个用抢去专台吊颈，用枪的司机嘛引起讨论，到底敢要开枪，员警真为难。歹人是伊想要开就开啦，做警察的。 人，你想要开，你会考虑伊的后壁，搁互你蹲顶坐，伊就无命啦。你一个举刀，2个警察拢举枪，你竟然还我发财事，这是有较咸啦。翁中南殉职的时间30岁，伊的爸母提出伊咧读警专时阵的相片，17年过去啊，也过议员真悲伤，因认为死刑袂使干那宣判尔。讲的啦，嘿啦，啊你也无咧执行，干那判死刑，都根本都无咯。所以即马对政府。 我算连点仔信心都。警政署长面册专列有搭全黑的相片悼念台南2名殉职的员警。一个警察的粉砖嘛打出2位学长下班一路好行的哀悼相片。真侪网友有留言，上一人讲的是台湾的警察制度若是无改善，悲剧会搁发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